比賽，亦即係準決賽4強嘅啲嘅感想。我記得打完嗰陣咧，我收到一個好消息，兩個壞消息。好消息就當然係即係我哋4位台上可以入到嚟呢一度會展嘅決賽台板去打比賽啦。壞消息咧，第一個就係我哋之前4、5輪嘅賽事一路以嚟咧都有一個好頂尖嘅辯論員去幫我哋一齊準備比賽。但係呢一位頂尖嘅辯論員咧，總決賽冠軍賽嘅呢一日咧，佢就唔得閒去幫我哋準備。而第二個壞消息亦都係一個更加壞嘅壞消息咧，就係佢而家坐咗喺我對面，就係方怡父我嘅女朋友伍展琪。所以你啱啱主編講我哋情況翻咗嚟。多謝在座各位嘅掌聲。係咁，我想分享少少即係我同伍展琪嘅呢個辯論上面嘅故事。其實喺辯論嘅路途上面咧，我係有好多嘅得着，而其中最大嘅幾個得着咧，其實係喺伍展琪嘅身上面學翻嚟嘅。例如係其實辯論咧，好多時候我哋會習慣經常辯駁反駁我哋嘅對手。但係其實有陣時，我哋會忽略咗論證同樣都係喺辯論裏面好重要嘅一環。只係有破壞而冇建設咧，其實好難去說服到即係你嘅對方，或者說服評判在座各位去相信自己嘅立場。辯論比賽如是，社會亦如是。我相信呢點咧，好值得在座各位去反思。另外，其實可能我本身係一個好自我中心嘅人，咁所以咧一路以嚟我好多嘅做嘅事情，或者我去參與嘅一啲嘅東西咧。好多時候我係會諗咗自己先，我好少會去嘗試去諗埋其他人嘅感受。咁但係伍展琪去教識我，其實喺辯論裏面，我哋除咗係學辯記啦，除咗係去學我哋嘅演說能力，更加重要嘅係我哋喺辯論裏面學到嘅思維，點樣可以用翻喺社會嗰度去關注唔同嘅弱勢社群。所以由一開始去認識伍展琪啦，即係喺網絡上面係只不過係知道對方係存在咁樣。去到之後成為咗自組隊友，跟住再成為咗可以一齊大家研究辯論、去討論辯論、互相去進步、互相去學習。去到今日咧，可以坐咗喺呢一個台上面打我哋夢寐以求嘅呢一場決賽嘅即係比賽啦。我覺得喺呢段路上，我好感激佢一直嘅陪伴，亦都係覺得佢係喺我辯論生涯裏面係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所以伍展琪，多謝你。好下。咁女朋友最重要嘅一定係擺先講嘅，不過接住落嚟呢一班要多謝嘅人咧，一樣係非常之重要，就係我嘅教練同埋我嘅隊友。我記得4年前有一晚嘅凌晨3點左右啦，我嘅教練鄭拔希，下稱叫翻佢做 Albert 啦，佢就喺我哋某一個嘅 WhatsApp group 裏面，咁就即係打咗個信息出嚟，佢就話：我真係好想上會展啊！咁當時嘅我咧，真係不知道從何而來的勇氣。又或者係真係唔知喺邊度嚟嘅自信，我就豪言壯語咁樣應承我嘅教練。我話終有一日咧，我會企喺會展嘅呢一間房，喺呢一個決賽台板上面，喺呢一份試咪稿去多謝你哋。4年以嚟，好似我幫主編所講，我哋經歷咗好多。我哋試過喺星島辯論賽裏面以1分嘅分差輸俾咗我嘅好朋友，嚟坐喺台下聖保羅男女中學嘅同學。次年咧，再一次以5-0嘅慘痛賽果喺學界8強，再一次敗俾呢一班好朋友，甚至去到即係啱啱上年啊聯中嘅8強，都係以1票嘅票差錯失咗聯中冠軍賽嘅呢一個台板。我哋經歷咗好多呢一啲嘅，無論你話係慘痛嘅一啲經歷又好啦，又或者係一啲學習嘅機會都好。我而家望翻轉頭，我會開始去體會到我教練楊展康先生，我叫翻佢哋 Kelvin 阿康嘅一句説話。佢話其實咧，輸比賽10年之後回望翻，可能都係淡如微塵。但係你同邊一個一齊輸比賽，你呢一世都記得。喺呢一班嘅教練同埋我嘅隊友身上，我學到好多嘢，我得到好多嘢。我嘅教練鄭拔希先生係你教我一個辯論員要做出蛻變，有改變，要去進步，就係失敗之後依然願意去繼續打落去，先至係每一個辯論員蛻變嘅第一步。多謝你，楊展康先生係你教我，只要我哋仲有一口氣，即係仲有嘢個天係想你去做。J. Chow 雖然你冇講出嚟，但係你教我，無論身處何方，都要冇忘初心，冇忘理想，
我相信有一日你都可以實現到自己嘅理想。拍夫係你教我呢一度未開始外語扣分，我用英文嘅一句可以話係俚語嚟講 ，Great things take time。總言之，無論面對任何嘅難關，只要你捱下去，就依然仲有希望。多謝你。我台上面嘅隊友 Bosco、Ivan、Jacko， 甚至係今日坐喺台下面嘅 Daniel， 遠處喺英國嘅 Toby， 又或者係楊思卓，一位我哋幾年前已經去咗加拿大留學嘅學生嘅同學啦。多謝你哋一路以嚟去陪伴我，係你哋第一次令我感受到，無論世界好似想俾幾多嘅阻礙俾你，但係只要有一班人企喺你嘅身旁，我就好似覺得自己係無敵咁樣，做咩都唔驚。多謝你哋。而其實咧，仲有好多人要多謝，例如今日係坐喺台下面去支持我哋嘅老師啦，支持我哋嘅同學、親朋戚友等等，全部都係我哋好需要多謝嘅人。尤其是謝 Sir， 我哋辯論隊嘅負責老師，多謝你一路以嚟咁支持我哋。每一次我哋比賽都會去用唔同嘅方法，例如係幫我哋去印稿啦，就算你放緊假都好。例如係不斷去幫我哋喺學校嗰度去預留啲課室去到開會。更加要多謝咧係我嘅屋企人。雖然有陣時咧我準備辯論準備到好夜嘅時候，我翻到屋企你都會急我就話點解有樣嘢翻嚟？但係你哋每一晚都係會問我，就算係11點、12點都好，你都不斷咁樣喺度問我，使唔使我車啊？使唔使我出嚟車翻嚟翻屋企？多謝你哋，冇呢一班人喺我背後去支持我，相信我唔會行到嚟呢一度。而要特別鳴謝嘅咧，就係啱啱提到嘅聖保羅男女中學嘅呢班好朋友。雖然敗咗喺你兩次，即係敗咗你手中兩次，但係咧，我每一次嘅比賽我都係學到好多嘢。感謝你哋喺呢一段辯論嘅旅途上面不斷去支持我哋。我記得4年前咧，我同樣同你哋有一個叫做聯中之約嘅約定啦，就即係約定要喺呢個會展嘅台板上面去再一次決一高下。咁當然今日冇辦法去同你哋再一次喺呢一度交手，係一個遺憾嘅東西啦。但係我覺得，即使你哋當中有人可能逐漸去淡出辯論呢個圈子，但係我哋都係帶住你嘅夢想去行上呢個台板。呢一個台板，你哋都有份。而今日咧，其實兌現咗好多承諾，又兌現咗對教練要行上即係會展嘅承諾啦，又同即係去兌現咗對我嘅聖保羅男女中學嘅朋友嘅一個承諾。今日咧，我想喺呢一度同我嘅教練許下一個新嘅承諾。我喺呢一度承諾你哋，我喺未來會做一個好似你哋一樣咁好嘅教練。今日係我哋保羅中辯呢一屆同學同埋教練嘅最後一場比賽。希望今日呢一場比賽我哋打得開心，在座嘅咁多位睇得開心，願我哋往後都對辯論嘅熱情永不熄滅。在各位大家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冷知識。一個荷蘭嘅科學家咧研究人嘅眼淚，發現咧人嘅眼淚喺開心同埋唔開心嘅時候，喺顯微鏡下呈現出嚟嘅結晶係唔一樣嘅。咁點解要分享呢個冷知識咧？正如甲方嘅一副所講，我係一個好中意喊嘅人。咁所以就係究竟喺辯論嘅路途當中，由中一打到而家流咗幾多滴眼淚，我都數唔清。有啲係開心嘅，有啲係唔開心嘅。成日都俾啲隊友啊、教練話，點解你輸又喊，唔輸又喊嘅？點解咧？我最近都喺度諗緊呢個問題。最近咧就係我都升咗大學啦，課程冇 DSE 嘅時候咁繁重，都要反思緊呢6年嚟打過嘅比賽。發現咧就係贏咗嘅比賽，覺得自己打得唔夠好，覺得對唔住教練呢7日以嚟嘅精心準備。輸咗嘅比賽更加自責啦，輸咗都係證明我打得更加差。好多嘅嘢都積埋喺心入面，令到我有一瞬間嘅懷疑，其實我係咪真係好唔中意辯論呢樣嘢咧？係咪辯論呢樣嘢令到我真係咁唔開心咧？所以我沉思咗好耐，甚至乎有一排咧好抗拒參與呢啲辯論。但後尾點解我會再次企喺呢個台板度咧？其實人點解會傷心啊？點解會為一件事咁執着？點解會委屈？點解會沮喪？
點解輸一場比賽會落淚咁耐？係因為你在乎，你熱愛呢樣嘢，因為你足夠在乎，所以你先會感到傷心。而我覺得過往每一滴淚水都係證明緊我究竟有幾在乎呢件事。而最近喊得最慘嘅一次咧，其實咧係中六嘅時候，最後一日咧，我哋要去揭開我哋中一嘅時候寫俾自己嘅一封信，入面咧就問咗幾個嘢嘅。中一嘅時候入咗辯論隊，所以咧不外乎都問你行咗上去嗰個台板未啊？你行咗上去聯中台板度未啊？但最後一句令我喊得最慘嘅係，你有冇繼續堅持落去？我而家可以企喺呢個台板度去同翻中一嘅吳展琪講，係啊，你有堅持落去，所以你好叻。所以我最後想多謝嘅係我自己，多謝各位。因海光所講，我哋追求嘅係自我價值，而非單純滿足生存需要。人係一種好麻煩嘅動物，例如我好中意打辯論，我享受嘅唔單止係我擊倒對方嘅快樂，你會不斷喺度諗，到底身為一個辯論員有啲乜嘢嘅意義呢？我到底有冇辦法可以透過辯論去改變社會呢？有趣嘅係，1萬個人對呢種嘅意義都會有1萬個唔同嘅解讀。正如哲學家沙特所言，每個人都有獨立嘅個體，擁有我自己嘅自我意識同反思嘅能力。而根據漢典界定係只為特定事物賦予意義同埋內涵。放返喺人生入邊，我哋就喺度問緊自己：人為何而活？至於辯題入邊嘅個人，係指我哋按照自己嘅意願同理解，為客觀嘅人同事賦予價值。相反，社會係指由教育制度、文化觀念以至社會規範去決定我哋嘅人生意義。我方今日衡量辯題嘅標準在於，到底係個人定社會先係主宰住我哋意義賦予嘅過程。今日甲方辯題成立，原因有二：第一，個人作出道德判斷，為客觀事物賦予意義。我方今日承認喺尋找人生意義嘅過程當中，個人同社會都係有重要嘅因素。然而，以大學嘅教育為例，喺知識上，學校最多係發揮啟蒙嘅作用，教導你去理解唔同嘅哲學流派嘅思想。喺職業嘅選擇上面，學校最多就會為你提供各行各業嘅資訊，等你自己有足夠嘅資料去作出選擇。然而，你選擇相信邊種嘅哲學思考，作出點樣嘅價值判斷，從來都係取決於個人嘅理解。就好似半杯水嘅道理，水的確係客觀嘅存在，意義嘅產生係完全取決於你係樂觀定悲觀嘅睇法。正如梁啟超喺《敬業樂業》一文指出，職業嘅意義並不在於客觀嘅事，而在於主觀嘅心。退一步而言，社會最多為你提供最基本嘅物質條件，並唔能夠令你人生過得豐盛。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學系針對全球132個國家嘅做嘅研究，社會越發達嘅地區，人生嘅意義感反而越嚟越低，反映社會最多為你提供最基本嘅生存保障，人生意義嘅探求仍然係要交翻俾自己決定。正如社會建構理論原作者 Peter Berg 所講，社會嘅存在最多幫助你建構知識，提供最底層嘅生存需要。呢一點最多符合殷海光先生所謂嘅物理邏輯層，同個人嘅價值追求並無關係。第二，打破固有框架，追尋個人理想。每個年代對人生意義嘅理解都會唔一樣。上一代可能會覺得成功嘅人生就係要高薪厚職，但係我哋呢一代甚至下一代就會覺得自由奔放，經濟並唔會係你最大嘅考量。而社會最大嘅局限呢，就係為每個人設下咗一條條框框，限制人生嘅各種可能性。喺學校，老師可能會叫你讀好書、揾好工。但係當你個人發現社會俾唔到一個標準答案你嘅時候，就會嘗試打破常規，尋找出路。就以我哋而家成日講嘅斜槓族為例，根據中大亞太研究所，大部分嘅斜槓青年係39歲以下，佢哋大多嘅選擇係彈性職業，唔會以賺大錢、組織家庭等等嘅老生常談作為人生目標，反而會希望騰出更多時間去追尋自己嘅理想。
更甚，社會規範入邊更會存在大量嘅不合時宜、過於傳統嘅思想。就例如古代女性要遵從三從四德，佢哋嘅人生嘅意義咧，就係要相夫教子、服務家庭。但係隨住越嚟越多女性覺醒，我哋會見到越嚟越多人提倡女性感受、破除紮腳等等嘅社會風範，由女性界定翻自己想過嘅生活，正正係反映咗個人意志嘅需求同重要性。最後想問有芬同學，如果人生意義真係由社會，例如係教育制度所界定啦，咁點解我方今日台上4位同學讀同一間中學，接受類似嘅教育，但我哋4個對人生意義嘅睇法嘅理解都會截然唔同呢？多謝各位。甲方主辯嘅發言時間為5分04秒，冇過時，無需扣分。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學鼓勵大家追求心中所想，似乎係講緊人生意義應由個人界定。但係在座各位留意翻先，今日嘅辯題討論緊嘅唔係追求邊樣嘢好啲，而係現實層面上到底人生意義係由個人定社會界定。咁人生意義究竟係乜嘢意思呢？參考漢語大詞典，意義可以解作作用同價值。界定嘅意思就好似我哋而家為辯題作定義咁，指嘅係劃定界限同確定範圍嘅行為。要睇人生意義到底係由乜嘢定義，就要客觀地審視到底係個人定社會係會就住人生存嘅作用同價值去劃分出界限同範圍。我方認為人生意義應由社會界定，可以由3個方面體現。第一，認知上嘅界定。人嘅觀念同價值觀係會受地域、歷史、文化嘅影響。例如古代中國社會認為女性要有3從4德，甚至部分朝代嘅女性會為咗保持婀娜多姿嘅外表而要紮腳。當時女性普遍認視以上嘅目標為自己嘅人生意義。又例如對一個資本主義盛行嘅社會嚟講，努力讀書、搏命返工、揾錢買樓，成為咗大部分現代人嘅人生意義。相反，丹麥人就一個字係專門形容緊我哋同其他人一齊喺一個溫暖嘅環境下享受當下嘅情景。呢個就係當地人獨特嘅人生意義。社會時代同背景係會直接限制人對意義嘅認知。試想像，如果一個人嘅生活係充滿喺戰亂時代，例如係南蘇丹嘅難民，佢哋對於人生意義嘅想像又點樣突破對安全同溫飽嘅關注呢？第二，實際條件上嘅界定。假設一個人想探索一啲超過社會界定範圍內嘅方向，佢哋會受到社會制度嘅掣肘同資源嘅限制。喺香港嘅女性係能夠接受教育，於是可以揀自己想發展嘅事業。但佢哋始終都面對住職場待遇不一嘅問題，而喺世界上其他地方嘅女性，有啲甚至連返學嘅機會都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喺24年指出，塔利班嘅禁令令超過33萬嘅阿富汗女仔失去返學機會。又例如印度曾經奉行種姓制度，大幅限制低層人民嘅教育同就業機會，令佢哋難以向上流。即使印度獨立之後立法廢除咗種姓制度，但制度嘅後遺症依然影響深遠。試問，如果社會本身就冇改變嘅話，身處其中嘅人又如何突破限制呢？第三，他人同後世嘅評價上嘅影響。從古到今，有好多有意義嘅例子都有一個共同點，就係從佢哋嘅行為入邊可以體現到自我價值，對當下乃至未來社會有貢獻。連全人心理健康發展協會都指出，當人展示利他行為嘅時候，自己就會覺得好滿足，可以揾到意義。先睇工作層面，人難以脫離群體，達至自給自足，所以人嘅工作需要利他，建立社會連接，造福人群。人可以從工作使命中實踐自我價值，覺得有意義。例如律師係秉持公正，希望可以推動法律；醫生希望救死扶傷。又例如胡鴻烈夫婦不願學生受失學之苦，用4億建造咗樹仁大學，付出一生終身不悔。
可見工作可以令人揾到自己喺社會上嘅地位意義，佢哋得到學子嘅感激、市民嘅肯定，正正説明咗佢哋喺社會中係可以界定人生嘅意義。工作以外，人生意義都可以援救流浪貓，例如去非洲宣教或者參與救援等等，呢啲都可以喺利他行中揾到。就算一個人死咗之後，意義都唔會完結，因為人嘅精神價值可以超過個體生命嘅限制，轉化成另一個形態。例如魯迅一生以筆為槍，喚醒國人，佢嘅人生意義係在作品。最後想問有方，如果人生嘅意義唔係由社會界定，係咪每個人都可以天馬行空，做乜嘢都得呢？多謝各位。粵方主編嘅發言時間為4分41秒，冇過時，無需扣分。啱先錯會係3分半鐘嘅時候，曾經錯誤命中一下，我事先向對錯雙方同各位評判致歉。接住落嚟，有請甲方一。人類個人依然可以為自己界定人生嘅意義嘅時候，所以結論就係、無論你係處於乜嘢嘅環境，人生嘅意義都係由個人去到界定。好啦，咁於是有方就去舉其他嘅例子，佢就話咧，其實有好多嘅一啲嘅女性啦，例如生於阿富汗咁樣，佢哋咧都有面對好多唔同社會上面嘅限制，講得非常之好。今日史上諾貝爾和平獎最年輕嘅得獎者馬拉拉，佢生於巴基斯坦一個好封閉嘅社會。佢由細個開始咧，佢嘅小鎮就已經受塔利班去控制住，整個社會嘅氛圍就係限制佢嘅選項，甚至連佢哋基本嘅教育嘅權利都要剝奪埋。冇錯，佢有好多嘅限制，但係代唔代表佢唔可以為自己嘅人生去選擇一條人生路向呢？今日馬拉拉選擇做嘅係咩？佢11歲嘅時候，俾塔利班去剝奪佢嘅教育嘅權利。於是佢喺全國嗰度去演說，去同大家講女權好重要，我哋要實現性別公義。呢一啲情況底下，同樣係俾社會去劃分咗個範圍，有一啲嘅限制，但係佢同樣可以選擇自己嘅人生意義嘅時候，麻煩有方陣間要解釋翻清楚呢啲嘅例子。而有方由斯米高開始咧，已經不斷講魯迅呢個嘅魯迅先生嘅一啲嘅作品。我哋即管去睇下魯迅一本嘅著作《吶喊》裏面嘅自序，佢講到咧，佢自己係一個清朝。但係呢啲嘅選擇，其實只不過係怯懦嘅佢哋去俾自己一個藉口。好似清朝腐敗嘅時候，魯迅想去叫醒嘅嗰班人，佢哋唔係唔知道清朝夾逼緊自己，但係佢哋自願地選擇去到界定自己人生意義，就係隨波逐流。我就係要俾社會去框住，我就係唔願意去作出任何嘅改變嘅時候。的確有啲人係俾社會框住，但係佢哋依然係自己選擇去俾人框住，唔選擇好似魯迅先生咁樣企出嚟，去到嘗試改變社會。咁所以點解面對同一個社會環境，我哋唔同人依然可以有唔同嘅人生路向，有唔同嘅選擇，有唔同嘅人生意義？答案好簡單，就係面對住一啲客觀嘅條件，我哋人類本能上依然有一個為自己人生去攞一個定義嘅能力。所以喺最後就想同大家講，即使你面對任何嘅困境都好，只要你願意企出嚟，你依然可以為自己嘅未來落一個定義。多謝各位。是咪？在各位大家好，揀到揀唔到，真係靠彩數。我方咧主一都同你講咗好多好壞嘅開局，同你講有人誕於饑荒，有人誕於戰亂，有人誕於封閉嘅地方。咁對於呢班人究竟要點樣去突破呢啲限制，有方冇講過，即係同我哋講話今日咧講界定，即係代表啲咩啊？即係代表我哋有選擇，就代表到我哋界定咗啦，就已經係由個人去定奪咗啦。但有方一副講出一啲好荒謬嘅例子，同我哋講話喺戰亂底下，你可以選擇匿埋，你可以選擇去打仗，呢兩者都係你嘅人生意義。大家聽合唔合理呢？顯然唔合理。喺戰亂嘅當中，佢最希望嘅當然係世界和平，可以同家人團聚。點解會無啦啦你嘅人生意義就係匿埋或者去打仗呢？唔合理。甚至乎你同我哋講話塔利班入面嗰啲女性，有一個人可以站出來同我哋講話，有處到全國演講，有爭取女權。但我都想問下，咁其他嗰33萬女性呢？咁究竟有幾多個人真係好似佢咁樣企到出嚟，突破到社會限制？定係更多人都好似現在嘅塔利班女性咁樣，因為咗塔利班嘅統治咗之後，冇得去接受教育，即使內心上又想成為科研人員，想成為律師、醫生，都會冇辦法接受教育而冇辦法做到呢？
甚至乎睇翻塔利班而家嘅狀況，佢唔單止係禁止人哋接受教育，甚至乎連女性入面佢哋刊登咗一啲科學嘅期刊，可能佢哋嘅人生意義係做科學家，但佢哋一生嘅心血嗰啲科學期刊都俾塔利班下架咗，破壞咗佢哋嘅人生意義。難道呢啲唔係就係社會限制底下界定咗你可以實現啲乜嘢人生意義，同埋唔可以實現啲人生意義咩？所以有分用例子就話台下嘅評判究竟可以評邊個係最佳辯論員？好簡單，界定咗個範圍，咪就只可以評台上8個人係最佳辯論員，而唔可以評台下任何一個觀眾做最佳辯論員咯。我幫佢界定就等於係咪收窄咗範圍，係咪令到我哋嘅選擇少咗咯？所以好簡單，有方同學你話界定就等於做選擇，你嘅標準咁低，咁係咪今日我喺塔利班嘅女性，即使佢哋冇法接受教育，冇辦法實踐自己真正嘅夢想都好，只要佢哋今日可以選擇自己嘅頭巾戴啲乜嘢顏色，都叫做主宰佢嘅個人人生意義。戴個頭巾係咪真係人生意義呢？甚至乎咧，我哋講翻戰亂啦，係咪真係有如有方同我所講，佢哋嘅得2種做法啫，就係躲起來同埋同其他人戰鬥。我哋睇翻世界宣明會，原來我哋見到有50%受訪嘅敍利亞兒童夢想係見到和平同埋返回家園，仲有同屋企人團聚。佢呢啲係佢哋嘅夢想，佢哋希望實踐嘅意義。但同時地，我哋睇翻其他無戰亂嘅國家，我睇翻南韓，原來咧有84%嘅韓國兒童係夢想成為唔同嘅職業，例如醫生、明星，又或者係唔同嘅職業等等。其實就算係經歷住唔同嘅嘢，喺唔同嘅地區，一個有經歷戰亂，一個冇經歷戰亂。有戰亂嗰個已經被剝奪咗可以成為乜嘢職業，將來想成為一個點樣嘅大人嘅呢個權利，點解唔係佢嘅個人意義，即係局限於生存嘅呢個位，而冇辦法達到最高一層？點解呢個唔係就係社會環境底下界限咗我哋唔可以去做啲乜嘢嘢呢？而另一面上，我覺得絕對唔反對隨住時間嘅發展，的確有地方佢哋嘅社會更開放、更有充足嘅資源去支撐我哋做更多嘅選擇。但同時地，因為女性地位降低，因為戰亂，因為糧食不足，都可以有唔同嘅地方去做。甚至乎有個同學咧好涼薄㗎，佢就係講：你今日咧接受唔到你自己嘅命運，你今日覺得冇達到人生意義，就係你自己冇突破啊嘛。但點樣突破咧？有個同學講咗一個例子，但其實睇翻整體嘅女權運動，原來都係由社會各界唔同嘅人士去組織唔同嘅活動，靠社會群體嘅力量先至可以進步。甚至乎黑人平權都係靠整個黑人嘅社會組織，先有足夠大嘅力量去推翻社會已經植根已久嘅一啲傳統嘅概念。我都想問下，單靠個人點樣去推翻啲社會嘅框架咧？多謝各位。乙方已付嘅發言時間為4分05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請乙方派出一位辯員作出第3條台下發問。你有1分鐘嘅發言時間，發言前請先試咪。試咪。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五難發言，有方同學論證辯題標準門檻極低。首先係只要自己有得揀，就算得一個差同埋更差嘅選擇，只要可以選擇一個冇咁差嘅話，都叫做自己界定人生嘅意義。三副甚至出嚟講，界定人生意義等於揾到人生意義，連實踐都唔一定要。按照有方嘅邏輯，係咪啲難民冇得揀，淨係得食樹皮同埋食昆蟲呢2個選擇，都係個人界定人生意義呢？多謝各位。而家甲方有1分鐘嘅準備時間。準備時間結束，而家請甲方派出一位辯員答辯。你有1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就問有啲難民咧，佢哋食樹皮乜嘢都做唔到，實踐唔到自己理想，係咪叫有人生意義？按照有方邏輯咧，佢嘅意思就即係話，你嘅人生意義實踐唔到，等同冇人生意義。
用翻我方一副嘅例子，今日馬拉拉佢作為一個女性平權嘅推動者，佢嘅人生意義有方都承認，佢就係想性別公義，有性別平權。但係去到今時今日，佢做咗10幾年女權嘅主義者啦。而家巴基斯坦甚至好多嘅中東地區，依然女性係不斷地歧視，佢都係實踐唔到自己理想，都係達至唔到性別平權㗎。咁按照有方嘅邏輯，係唔係馬拉拉都係冇任何人生意義咧？咁所以其實喺呢一點就可以見到，實踐人生意義同埋界定人生意義係兩個唔同嘅步驟。實踐嗰方面係社會俾咗好多限制你，但係界定嗰一步從來都係個人嘅選擇。多謝各位。台下發問環節結束，接住落嚟係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5分鐘時間。現在先請雙方進行試咪。想承接翻啱啱台下啦，想問馬拉拉係咪冇人生意義啊？我方想問下，究竟除咗馬拉拉之外，其他人呢？等陣先，我方問緊你嘅係咪實踐唔到自己人生意義就等同人生沒有意義呢？佢嘅人生意義係為呢個女權嘅運動帶來影響。咁我想問下，其他33萬塔利班入面嗰啲女性點計啊？佢嘅人生目標，佢嘅意義都可以係想自己女性得到更加多嘅平權，不過佢實踐唔到。咁係咪喺你立場底下嗰啲難民啊，佢係想世界和平，但係佢實踐唔到，所以冇人生意義？我方想話咧，而家阿富汗入面咧，所有女性出門口都要有成年嘅男監護人跟住。馬拉拉係點樣做到獨自一人去做全國義工？佢係咪已經離開咗阿富汗啊？唔係講得非常好，就係佢實踐唔到自己人生嘅理想，就喺你眼中佢冇任何意義咯。所以我方就想問下，你覺得實踐同埋界定有冇分別啊？唔係，你冇走住先。所以結論就係可能我都答唔到。原來馬拉拉都係要離開咗阿富汗之後，唔受當地嘅社會規範限制，先可以實現自己嘅理想。所以可能我呢點講唔過去。問翻有可能好啊，你覺得做選擇就等於界定咗嘅話，咁係咪今日我俾人綁架咗，我哋有得俾你揀，你入毒氣室定槍斃你嘅時候，都等於係我有選擇，所以我可以決定自己人生意義啊？例如你喺啲好極端嘅困境，咁你依然可以選擇係怯懦，亦都可以選擇去反抗㗎。咁喺呢個情況底下，你嘅人生意義，我就係希望我嘅國家可以和平。我未必實踐到，但係喺你眼中係咪冇意義呢？用翻你啱先嘅例子，魯迅就係話你話佢得佢一個人獨成，其他人都係隨波逐流，去跟社會嘅規範去做嘢。我想問下咧，你跟咗社會規範嘅時候，你個人界定嗰樣嘢界定咗喺邊啊？係個選項係社會俾你，但係你選唔選擇呢個選項係你自己嘅決定嚟㗎嘛？咁所以我方又想再問多次啦，實踐同埋界定中文語境上有冇分別咧？我想問同學，如果講一啲可能係佢哋冇書讀嘅兒童同一啲有書讀嘅兒童，今日佢哋根本就決定唔到自己嘅命運嘅時候，咁呢啲出身上面、呢啲環境上面因素，你要點樣去處理啊？我冇書讀，我唔可以我嘅理想係成為一個律師嘅。如果你係文盲嘅話，咁我想問下你點樣接受教育咧？有冇免費教育嘅話，你會點樣實現你嘅夢想咧？文盲都係要書讀，係要接受特別嘅教育，呢個第一點。話再簡單嘅例子啦，我當今日雙方嘅人生意義係想贏冠軍，咁咪贏唔到、實踐唔到，咁咪輸嘅嗰方完全冇人生意義咧？唔係啊，方同學，我哋睇翻先。如果要贏呢場比賽，我哋係咪淨係睇個人層面？我覺得有意義就得，唔使睇評判點樣評價。好簡單，今日呢場比賽咧，一定有一方贏，一定有一方輸。係咪你覺得輸嗰邊就冇任何辯論嘅意義所在咧？土方同學，如果我今日將我嘅辯論意義係歸咎喺呢一場嘅勝負，咁輸咗的確冇意義。但係我方今日唔係啊嘛，我方嘅意義係在於我身旁嘅隊友啊嘛。究竟可比性喺邊度先？等陣先，有方你辯論嘅意義係啲乜嘢先咧？我想識啦。唔係嗰陣時，咪就同你講話係同啲隊友咯。不如問翻有方同學啊，喺你眼中有冇啲乜嘢嘢係由社會界定嘅人生意義啊？我都想問翻你喎，咁隊友同你同台打比賽，社會規範咗你喺邊度咧？唔係有方我問緊啲咩？係按照有方同學嘅邏輯咧，社會界定人生意義，佢辯論嘅意義就係同隊友同台打比賽。咁呢一個目標，呢一個嘅意義係點樣被社會去規範？點樣被社會去界定咧？就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個人認同自己唔夠，我需要得到隊友，我需要得到教練，甚至係台下評判嘅認同咯。唔係喎，你就話想同隊友打啦，跟住有啲人想要榮譽感，有啲人好似你咁樣，你係想打最後嗰幾場比賽啊嘛。咁原來個個都有唔同選擇嘅時候，但問題係社會得一個，社會規定你嘅嘢，點解你哋會有唔同嘅個人意見咧？想問下。
咪等陣先，今日我可以企到喺呢個台灣，我有自由去發表自己意見，係因為呢個社會足夠開放，我俾我企上嚟。今日塔利班嘅女性接受教育嘅權利冇，公開發話嘅權利冇，佢哋連打辯論呢個自我實現都做唔到嘅時候，有方同學點解由個人決定啊？係按照有方同學嘅邏輯咧，佢話南蘇丹嘅一啲嘅小朋友，佢哋係處於呢個困境。咁點解我哋今日嘅訪問會提到兒童佢哋自己嘅人生意義都可以有三種？有啲係想培育屋企人，有啲係想成為一個成功嘅企業家。咁佢又冇做到啊？係啦，有方又攞翻做唔做到出嚟去講，而唔係我想唔想做一件事。呢兩件事本質上有分別，所以我方再想問下你，如果社會嘅規範係得一套嘅話，點解同一個地區、同一個國家，唔同嘅人可以有唔同嘅人生意義呢？唔係喎，有方同學你嘅論點異同我哋講話，你今日要做點解係由個人規範去突破社會框框喎？但到最後話你話諗下就得啦，跟社會都係求個人決定。我方想問下你嘅論點異係咪同你後面嘅論述矛盾呢？我想突破框框就係界定咗意義咯。咁所以有方答唔到我，佢自己咧都解釋唔到點解同一個地區裏面同一套規範有唔同嘅人可以有唔同嘅人生意義。咁我用翻啲例子等在座各位可以更加清楚咁去明白。魯迅先生佢同其他啲分稅嘅人讀，佢自己喺一個社會裏面讀成係，但係佢係面對緊同一個腐敗嘅清朝政府，點解唔同嘅人可以有唔同嘅人生意義呢？好簡單，就算同一個社會都會有唔同嘅家庭背景、成長背景，即係有方同學讀直資學校，我方讀公立學校都會有唔同，甚至乎你今日有錢定冇錢都會影響到你。同一個香港有貧富懸殊，今日貧窮嗰啲佢仍然冇辦法接受到教育嘅時候，佢點樣實踐自己嘅人生意義啊？冇錯啦，我台下嘅細佬都打緊比賽，佢同我咧成世都喺度陪伴住我嘅，我哋喺同一個家庭裏面長大，同一間小學、同一間中學讀書，點解佢今日又選擇咗去打手球隊，而唔係嚟打辯論隊呢？你係咪承認今日而家啲貧窮嘅地區，佢哋選擇嘅可以選擇嘅人生意義少咗？唔係啊，佢依然可以選擇去界定某一啲人生意義俾自己，但係佢實唔實踐到係另一回事。所以有方都達唔到同一個成長環境、同一個社會、同一套規範，依然可以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人生意義。呢一個就係我方嘅論點所在。咁所以我想問翻你一啲突破社會框架嘅例子啦。我想問下你，如果你嘅社會規範係咁決定性嘅話，點解可以有咁多人好似馬拉拉、好似馬丁路德金、好似魯迅先生咁樣可以突破社會嘅框框？咁多人係有幾多人啊？有可能你都要論證有幾多人願意突破框框。我想問今日兩條辯題咧，有冇講多還少啊？你唔夠多人，我方想問下你自己單純自己突破到嗰樣嘢，你點樣做到突破社會框框？唔係，但係今日你自己嘅論點就係同我哋講要靠群眾力量去反抗、去推翻一件事嘛。咁呢啲嘢唔由個人起做，唔由個人起步，再去到群體嘅層面。咁我想問呢啲所謂嘅反抗、所謂嘅群體力量係邊度嚟㗎？今日咪就係正正你要依靠群體嘅力量，將佢變成一個社會上面嘅大眾一個觀念，先至會有影響力咯。單純靠個人點做到？即係你所講嘅女權運動係突然間某一個瞬間同一秒，有可能50個人、500個人突然間想做女權運動嘅起點，係咪咁嘅意思？咁不如問翻你，如果開頭得1、2個人嘅時候，會唔會成功？喂，唔係啊，咁我只係一個人傳2個人、2個人傳4個人、4個人傳越嚟越多人，我先至會有呢件事發生，先會推翻呢件事啊嘛。咁我呢個全部嚟睇下，唔係由個人開始，而單從無咗呢一個群體爆發出嚟嘅時候，咁呢件事咁合唔合理啊？冇錯，要推翻呢件事要點樣呢？就係說服社會大眾去認同呢件事咯。所以我見到咧，原來青武新政就係因為新文化運動，大家去認同咗廢除紮腳，女性唔需要再出從3綱5常嘅時候，呢個咪就係改變咗人生嘅呢個就係社會規範多咗。咁方來承唔承認社會規範闊咗，人嘅人生意義選擇先多咗？新文化運動係胡適先生去提倡嘅，咁想問下你係咪胡適先生第一個，跟住再帶更多人去推動新文化運動咧？我想問下咧，喺佢發起任何嘅反抗之前，所謂你講到話咁難推翻啦，咁究竟呢個社會規範係咪已經影響緊人要揀啲乜嘢人生意義咧？唔係啊，再俾多個例子你啊，例如耶穌傳教咁啊，佢自己一個人去到12個門徒，12個門徒再傳播去全世界，咁呢件事唔係淨係群體散播，正正就係源自個人嘅起始咩？咁我都想問下，當時嘅教會嘅思想係咪限制咗當時嘅人嘅選擇啊？講得非常好，所以我哋可以討論下一個戰場，就喺社會上面，例如有耶穌基督第一個出嚟講一個新教嘅概念，但係咧固有嘅社會佢有另一套嘅概念喎。咁你揀邊個嘅時候係咪一個個人嘅選擇咧？第二個方同學今日就係跟大家會傾向去跟從大眾咯。即使當時教會我哋會覺得而家睇翻會係錯，但大家都係盲目跟從。我都想問下，好似你所講啦，話會清醒會讀醒嘅人有幾多啊？
咁按照你嘅邏輯，原來小眾咧就唔會有人聽嘅喎。咁點解魯迅先生佢去推動、去推翻滿清政府，最尾呢件事可以成功嘅咧？所以方同學已經講唔過去晒，根本呢啲魯迅先生等等嘅清醒人係少數。想問下方同學啦，你話咧讀魯迅先生當時大部分人咧都係選擇協內嘅時候，想問下方同學，佢哋係咪因為社會嘅規範，佢哋先自願要選擇協內，順應呢個社會啊？調翻轉問你，如果你講到社會規範咁嚴重，冇人願意出嚟發聲，咁點解最尾都有啲咁嘅人咧？好簡單嘛，就係好難，所以好少咯。而大部分人都係被規範嘅時候，有方同學你所謂論證嗰個突破框架嘅普遍性喺邊啊？所以可以落結論，今日有方佢終極嘅邏輯就話咧，少數人一定會順從大多數，但係佢解釋唔到點解有咁多個社會第一個企出嚟去作出改變嘅人，會有咁多人去改變一社會咧？多謝各位。甲方發言時間已用盡，現在請乙方派出一位辯員用盡餘下嘅發言時間。準備好嘅話，請向計時員示意。各位大家好，好簡單兩個立場即係有方，就係、是、第一覺得淨係諗都可以係人生意義，第二就係同我哋講話今日原來咧就係、是。有方同學舉嚟舉去，其實都嗰幾個人嘅例子啫嘛。但實際上有幾多個人好似有方同學咁樣信，即係突破框框有幾多講唔到。甚至乎有方同學副位或者喺台下嘅時候，都同我哋講話，原來大部分嘅人會選擇協內去順從社會。今日條辯題係實言判斷，我哋咪就要睇下邊方面係比較多人佢嘅人生意義係究竟被社會定係被個人咯。有方同學你話被個人嘅嗰啲被個人去多謝各位。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而家雙方有3分鐘嘅結辯準備時間。結辯準備時間結束，而家有請甲方結辯發言。你有5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示威。示威嗰日講早餐，而家又講早餐。主席評判在座各位，最後一次大家好啦。今朝好早起身咧，咁啊準備比賽啦。教練問我使唔使，佢幫我買早餐。咁咧佢就俾咗個菜單我啦，1至8號餐茶餐廳。我睇嚟睇去，最尾揀咗6號，係呢個沙爹牛肉公仔麵。咁啊呢啲選擇人生入邊成日發生。咁但係我就喺度諗，喂，究竟係我想食沙爹牛肉公仔麵啦，定係因為菜單有沙爹牛肉公仔麵，所以我又食沙爹牛肉公仔麵咧？所以咧人生呢啲選擇成日都係咁嘅。所以咧其實回顧翻去過去嗰個鐘咧。有可能論證嘅正就係社會俾咗呢份菜單我哋咯，但我方今日唔反對每個人生面臨嘅成長環境咯，但係社會教育家庭咧，佢純粹係塑造我哋係一個點樣嘅人，淨係令我哋明白人生有啲乜嘢嘅選擇。但係咧，唯有我哋自己先可以界定我自己想嗌嗰個乜嘢餐咯。所以人生咁多選擇情況底下，最終落單嗰一下都係自己嘅手指撳入去嘅啫嘛。所以咧，一條講人生嘅辯題，我哋要分高下咧。我想邀請台話7位評判同我一齊用最後呢幾分鐘啦，思考究竟甲乙雙方邊一邊更加準確可以描繪到我哋嘅人生。有方咧全場描繪緊嘅人生咧，唔係一個過程嚟嘅，而係人生入邊某個時刻俾社會觀念影響到嗰一刻。但係佢提出咗好多2選1嘅題目㗎，例如啦，先唔講佢講一個人生選擇入邊咧點樣去代表整體嘅人生意義。但係在座各位嘅評判，有學者有大律師啊！你當初去選擇追求今日嘅人生意義嘅時候，唔通都係冇獨立思考，全部都係有方講到所謂嘅為勢所逼嘅咩？所以咧，作為上屆嘅文憑試考生，我就感觸好深。問下身邊嘅人咧，有咩人生意義想追求啦？有人話係想去救人，所以做醫生；有人話想去揾大錢，所以去做金融才俊。我方今日咧唔反對社會係的確俾咗好多嘅標準答案我哋啊，但係同一個人生選擇嘅背後，追求嘅意義係咪必然就係一致嘅先？呢個正正係有關全場論證最大嘅謬誤。所以今日我哋要睇嘅咧係講緊人內心入邊嘅人生意義，而唔係睇緊外在令到你所謂嘅規範，令到你能唔能夠實踐呢件事咯。甚至啦，今日有方好中意同我哋講群眾力量。啱啱自由辯論咧同你講咗，所謂群眾力量必須要一個人甚至2個人一啲嘅個體去向外傳播，又要細菌，又要向蔓延啊嘛。咁所以唔單靠個人嘅喜好，唔單係個人嘅反思、個人嘅自省嘅時候，呢件個群眾力量又點樣可以達至咧？甚至係有方今日咧，成日話我方今日淨係論證少數人，
例如兩隻極端嘅例子，但係我哋冇呢啲極端嘅例子，冇馬拉拉、冇魯迅呢啲人，咁我哋社會點樣可以逐步去進步，先可以達至我哋今日去令到自己有唔同嘅新嘅境界咧？所以咧，我作為一個而家嘅大學生，就香港法律學系，咁咧我係想為啲無辜嘅社會弱勢階層去發聲嘅。咁咧，我覺得咁樣做，我人生先至有意義。但係後尾發現咧，好多同學讀法律咧，做律師嘅意義係同我原來唔一樣嘅。即係有啲純粹係因為阿爸阿媽做咗10幾年律師，所以佢要繼承家業；有啲咧就係因為佢覺得做律師會有穩定收入唔平啦。但係所以的確呢啲嘅選擇係由佢社會嘅規劃去劃分㗎嘛，看似係順應社會主流嘅選擇，但係去最後去界定嘅時候，賦予人生意義嘅其實係我哋自己每個人個體嘅本身咯。所以相比之下咧，我方今日描繪嘅人生係一個漫長嘅過程，係貫穿人生嘅每一個時刻。其實你而家即刻問我，喂，你人生意義係乜嘢啊？我都答你唔到，而且我都覺得在場幾百個人冇人可以即刻答到我，因為呢個答案咧係會隨住你嘅人生閲歷係不斷改變。有方生會覺得好啊，佢細個想做呢個香港小姐，去到而家17、18歲就嚟考文憑試啦，咁佢嘅人生意義咪就係想考好個文憑試咯。所以你問我啊，13歲嘅時候人生意義就係唔好俾阿媽啦；11歲嘅時候就入到好大學、好中學；17歲就係考好文憑試啦。而家考完文憑試咧，其實我唔知我28歲、48歲、68歲嘅時候咧，人生意義係啲乜嘢嘅。但係我只係知道咧，真正去定義我人生意義嘅，從來都唔係社會咯，而係我自己累積人生所學、所見、所聞嘅我自己咯。所以點解我方會話唔能夠因為一個單一選擇就等於界定咗個人生呢？正就係因為哪怕我今日選擇咗做一個朝9晚5嘅打工仔啦，做得好辛苦啦，但我仍然會去不斷去反思呢個係咪我想要做嘅嘢。所以今日咧，選擇留低唔代表妥協，而選擇離開追求其他人生理想咧，都並唔代表係懦弱。因為無論何者咧，都係我作為一個個人為自己定義嘅人生意義。我的人生。一切咧都係有個我字喺度，由我去定奪。多謝各位。甲方結辯嘅發言時間為4分54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最後，因素而組合成嘅拼圖。最後，我方祝願在座每一位都可以喺社會嘅界定下拼成獨一無二、屬於自己有意義嘅拼圖。多謝各位。乙方結辯嘅發言時間為4分50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比賽告一段落，雙方嘅辯員可以先行到台下就座。而家將時間交翻俾兩位司儀。